已经到超商去注文3倍券的1195万人当中，有超过86%是来注文到实体纸本券，所以后日领券的时阵，嘛难免一定会排队排到长落落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你若注文一定摕到券，所以呼吁大家唔通前日的前3天去领券。伊嘛讲，伊等甲业者咧讨论，要来推出着换领的优待，也就是看要安怎互较慢来领的民众有优待。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珍、经济部长王美花，还有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，三个人做伙就是为着公益。7月中到8月底买糕啊，店头家就会关出所店。现在发下去，我看哈，大家都买实体券，一定是买吃的。国内的消费者可以来支持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烘焙业者。在防疫期间吃一点甜食，好，那其实对我们的心情好。咱的心理就较健康吼，较有法度含这个对抗这疫情较挡会久啦。活动选立3倍券上路进前开始，就是看3倍券的商机无限，要互爱心加倍。但是3倍券的预购已经结束，其中有超过1000万人拢是选择实体券，到时可能会人客人。鼓励大家就是分流，那看看有没有什么如果晚3天后再来领，有没有什么的一些加码啦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，20号进前3倍券一定会加印到1700万份，希望大家到时唔免排队。